关心今仔日是24节气的梦境，也就是热天第三个季节。古早人讲大寒无寒，寒甲梦境，那5日节过了后，代表热天来啊。咱听到汉语讲梦境了，一寡人较会心光火热，较会失眠。建议讲会当加啉一寡柠檬水、菊花花茶，或者是食金蕉，安尼拢有镇静的效果。若普通时定定喙干、喙涩，嘛唔免食伤过甜的物件，安尼才袂吓茶天火倒。日头赤影影，天气是愈来愈热。初六就是24节气内底的蒙景，这是属于热天的第三个节气，代表天气开始变热烧好，嘛对蒙景雨季的落线雨转变做热天时下晡的西北雨，人嘛感觉较心浮气躁，有真侪镜头嘛对咧压起来。那又天气很热，睡不好，所以失眠的问题也会比较多一点。那甚至于呢，就产生一些就是口干舌燥啦、嘴巴破啦。中医师表示讲，热天这个身体的代谢较旺盛，体内的水分和营养分嘛流失较紧，安尼致使内分泌失调，还佫会失眠。医师建议讲，会当啉一寡柠檬水、菊花花茶，还是讲牛奶、金蕉，这些拢有养心安神的作用。若是伫透中昼伤过头热，也是讲体内湿气过重的时阵，嘛会当食一寡瓜仔类，亲像这个西瓜、香瓜啊和苦瓜。另外，热天若是无啥胃口，嘛会当啉柠檬汁，也是往来这些酸性的食物，食到较会开鼻。相当的口干舌燥的，那如果你又吃甜的，又吃一些什么饮料，又加了很多什么奶茶，这个越喝越渴，那就会造成一种湿热的体质。也佫有这个热天的酸仔水是袂使食过头哦，若无是会伤胃冷底，卖互这个血管揪起来，对这个心脏的负担真大。伫个热天，身体是袂当无筋杂，都要注意这个养生的秘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